大家好，咱今仔日要接续顶一届吼，甲大家介绍迄个 HTML 迄个 Markup Language 来处理文书的即个方式吼。正手边就是咱顶届写的文件的内容，倒手边就是排版的结果。虽然讲咱即种方式吼，足省资源吼，你也免去装迄足大、足复杂的迄种像 Microsoft Word 迄种软体吼。毋过大家应该会同意讲吼，你见摆拢要用正手边即种写法吼，写起来有哪足困扰吼，你会加拍足侪字吼，你目睭咧看时嘛灰哥哥，足侪即种较轻的这 tag 伫内底吼。敢有较简省的方式会当来处理即件代志吼？好消息就是有吼，咱足侪物件大家拢做好，免费开放互大家使用吼，真正是袂歹。咱今仔要介绍一项叫做 Markdown 一种处理文书的方式吼。即个物件你会当甲看做是 HTML 的简单版本，吼，伊的语法较简单，功能当然嘛较简单啦吼。伊 Markdown 即个名安怎来？我无介确定吼，我无查，毋过我咧摇啦，伊就是相对迄个咱咧讲 HTML 迄个 M 迄个 Markup 吼，迄个标记的迄个语法吼，人是 up 伊是 down 吼，伊可能是因为安尼去号即个名吼。表示参迄个有关系，毋过是较简单的版本吼，我是安尼理解啦吼。伊的语法吼，即网链我会放伫影片下骹，足简单诶吼，大家当去开起来看觅。咱今仔无要一项介绍吼。伊用起来是啥物情形呢？我讲互大家听吼。正手边即个是顶一摆的 HTML， 咱若甲改写做 Markdown 的语法吼，伊就变做遮简单吼，真正足简单诶吼。伊排版出来会像安尼，敢若图无共吼，再甲大家交代一下，甲大家说明一下啥图的大小无共吼。你会当看着讲，正手边的即个 Markdown， 伊的画面足清气吼，伊无啥物足复杂的遐个标记伫内底吼。伊对应倒手边的即个排版的结果，你差不多安尼看，你就算无倒手边 browser 帮你排出来即个包装的排版的结果。你敢若看正手边的纯文字的内容，你嘛会当足清楚地接受到讲，即个文件记录的是啥物代志吼，内底有啥物要点，你一看就知影吼。这就是兼顾吼，伊会当互你伫纯文字内底就看到文件的重点，你嘛会当互伊排出足水的版面吼，去显示出来互大家看，两项拢会当顾着吼，袂歹。这图的大小吼，伊无法度像 HTML 安尼控制伊的图的大小，这就是头拄甲大家说明的吼。伊是一个较简单的语法吼，伊的功能嘛较简单。当然这拢是会当去处理吼。咱后摆有机会还去讲。先说要甲大家去解说一寡顶届无讲到的代志吼。顶回咱咧讲 HTML 的时阵吼，实际上我是为着互大家看较清楚。所以这画面吼，我有放大吼，大家看这290%的比例吼，放足大。伊若原底比例是安尼啦，像安尼。这个出一个小问题吼，这个网链吼，甲一张图伊接伫共一项吼，伊无法度，伊这个图无法度换新的一项。这参 HTML 伊本身的一寡基本设定有关系吼。这咱今仔日有哪先烂过吼，先跳过要处理后摆还去讲吼。若总是 Markdown， 咱若原底伊的排版，伊这个问题等于有解决掉吼，这是嘛是伊基本的设定吼，你拢毋免动啥物货。伊会自动甲你换一项吼，你嘛看着讲，即张图100%，实际上敢若这大张尔啦吼，无像头拄放甲遐大吼。倒转来讲，佫一个实际使用的时阵，你会碰到的技术性的问题，就是讲吼，咱来看 Markdown 伊的工作的原理吼。咱的 browser 敢若捌 HTML， 伊毋捌 Markdown 即种文件，所以你若要互伊像头拄互大家看到即个画面安尼，伊我都甲即个 Markdown， 大家当看者，我只有一个 MD 的 file 吼，伊就是 Markdown 的档案名啦吼。你要哪互伊显示出来吼？你该加安装软体啦，你的 browser 爱个装一寡 extension 吼 ，add on， 靠我度转换做 HTML， 你的 browser 靠我度甲显示出来。你若去你家己的 browser 的网站去找，应该拢找着即类的物件吼。我个人。因为我是用 Firefox 吼，这网链我嘛放伫影片下，大家当去安装吼。装了，那万不离你参我共款是用 Linux 吼，Linux 有一寡爱加处理的部分，就是讲你爱照这作者伊
甲大家交代讲吼，你若伫 Linux 内底，你该加做一寡代志，安尼你的 browser 较会正常甲显示出来吼。遮的资料我拢会放伫影片下骹，互大家做参考。好今仔日要甲大家讲的吼，就是一个比 HTML 更较简单的方式，叫做 Markdown。这个文件伫足侪所在，你拢会当看会到吼。咱倒转来头拄讲的这个网页吼，你有看到这个所在有写无？伊这个文件 README， 伊就是 MD 就是 Markdown 的档案吼，伊就是这种方式咧写。你伫 GitHub 啊，足侪网站顶悬，人啊咧写一寡文件的档案吼，会用 Markdown 来写，叫做简性的啦吼，摆版出来嘛介好看。好，今仔日甲大家简单介绍即个好用的家私，大家有机会若毋捌试过的吼，你会当试看觅。后摆若阁有机会吼，我阁咧想啦吼，可能会针对 HTML 吼，会当阁讲互较深入一点嘛，因为事实上，咱的现代这 browser 吼，伊毋是干那，互咱踮去网络顶悬看网页，伊会当做足侪代志吼。简单讲啦 ，browser 是一个差不多会当讲是一个万能的家私啊吼，足侪技术、足侪网络相关的技术拢会当用伫你想袂到的所在吼。足侪可能咱平常时咱就咧用啊，敢若是咱无去注意到尔。好，今仔日甲大家介绍 Markdown 吼，参 Markup 无共款吼，一个较简单的版本。伊的语法较简单，功能嘛较简单，咱日常生活使用起来嘛较简单。以上，感谢大家时间。